台湾现代舞蹈先行者蔡瑞月，伫咧白色恐怖期间呢，1949年捌互国民党政府关3年，出国了后又成立一个舞蹈社，教现代舞。70年来栽培真侪人才。蔡瑞月文化基金会长期伫遮推动舞蹈和人权运动。不过，却也传出讲，这场地明年才过着合约到期，市政府要公开招标委外经营。舞者当地跳的就是台湾现代舞先锋蔡瑞月的代表作《印度之歌》。今年是蔡瑞月舞蹈社创立70周年，培养侪人才。蔡瑞月伫白色恐怖时期，1949年捌受政治迫害，互国民党政府关3年。出国了后，成立号名叫做玫瑰组织的舞蹈社教现代舞。伊伫2005年过身，食到84岁。但是，这个场地蔡瑞月文化基金会和台北市府签的合约到明年6月尔，就要搁重新招标委外经营。基金会呼吁市府爱徛伫文化资产永续经营的立场思考。就用委外的，就是等于处理成一般性的闲置空间那样的方式对待一个有历史生态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其实非常感觉到压力，有一种危机感。我们很希望台北市政府能够，就是开始有新的视野、新的古迹政策。基金会认为，照文化资产保护法，应该爱护蔡瑞月的舞蹈精神、历史文物继续留伫这个空间。针对场地经过招标，恐惊换人经营，蔡瑞月的查某孙蔡公代嘛感觉真可惜。但是台北市文化局有关强调依法行政，时间到就是爱个重新招标。我不晓得是给谁啊？不知道，那就觉得很可惜啊，因为我觉得他们经营得很辛苦啊，也很努力在经营。而且他们已经经营得这么辛苦，应该也不会说希望说就是让人家在后面讲说为什么私底下给他们这样子。那透过公开的程序，其实可以证明他们其实是更适合这个空间的管理这样子。1994年，玫瑰古迹因为要开发一温险啊去互拆掉。1999年，互市府定做古迹了后，就回收搁重建。蔡瑞月基金会长期伫遮推广舞蹈和人权运动，这些 NGO 团体嘛共同呼吁台北市府要认真看待这个空间。记者卢尚如、丁玉瑞台北报道。